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比咱讲，迄个人卫生习惯歹，3、2工拢无整理、无洗头、放假呢如头散架。这句话咧描写，讲一个人，你敢若外观看起来，就是无整齐、无清气相。国情头拄我咧讲哦。 无洗头，佮无洗头，洗甲洗是有前差。简单讲，你若无整理的时阵，头毛拍散，如头散架架。查甫留长头鬃，后壁爱拔架。你甲放互拍散，拍散的散，一字2音，4线的线，原来共一字，如头散架。敢若外观看起来，迄个人就真无整齐，就互你害头啦。所以这是台语4字的成语，卫生问题的形容。啊，古早。 这个台语的成语咧描写，真有咯，区别了，真斟酌，真对当，唔是讲吼大范围、大目标安尼简单描写一个尔。人因咧讲听甲真有，你甲听。国情头拄我咧讲，卫生习惯若歹，逐工放假咧如头散架，免偌久啦，你就生头发尾啊！吼吼，生甲发拢同时，甲头拄我迄句成语无共哦。如头散架，如甲散是形容词，但是这生头佮发尾表示啥？ 表示讲，迄个囡仔吼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老爸老母无安尼顶真甲顾，有诶环境歹吼，无法度照起工，逐工甲洗身躯诶，好到尾啊，3、2礼拜过，无明整毒一直来，安尼叫做生头发尾。头拄我咱咧讲啦，卫生习惯歹啦，头到尾是一个形容词，是一个对比，就是讲遮补一粒啊，遐发一位啊，安尼叫做生头发尾。啊，生头发尾，你若阁无诊断，无出去互先生看。 会真严重，会真害呢。好到尾啊，等下臭头烂耳，对唔？生甲发是同事，拄开始咧生，拄开始咧发。你若无抹药啊，无点药啊，时阵好到尾啊吼，迄空喙会滴人呢，臭头烂耳就害啊呢。臭甲烂耳阁是形容词，当然头甲耳是一个大范围的描写。臭头烂耳就是讲规身躯皮病就对啊。国情头拄我咧讲这，一字一句摆做伙。 拢是卫生习惯的形容词，拢是台语4字的成语，拢是用头摆伫咧第2字。有影呢？国情整理做伙是要甲你说明，讲永早台湾人咧描写种种的情景，人因是分了真有、真斟酌、真对当，毋是讲安尼简单含糊讲过尔。所以台语真正艺术，真正有意思。